电视剧《花甲男孩》作者杨富敏以另外一部散文《我的妈妈欠栽培》，2019年获台北市立国乐团改编做同名的歌曲，经过6年啊，最近搁要再搬上舞台。故事是讲，无论是过去或者是现代，有真侪女性拢是为着家庭牺牲家己。不过面对真侪代志呢，其实这女性拢有家己的智慧，甲想要实现的理想。这表演团队希望透过歌曲，互无共角色的母亲，成做舞台故事的主角。一句恁查某人毋捌，刺插济女性心肝底上深的遗憾。这出歌剧就号做《我的妈妈欠栽培》，是台北市立国乐团对同名的散文作品改编来的。歌剧的编导表示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代，有真侪女性拢是为着家庭牺牲家己。不过面对这代志，其实女性拢有家己的智慧，甲想要实现的理想。这出歌剧伫2019年首演，经过6年，但要搁搬上舞台咯。真侪妈妈拢甲你讲啊，我当初就是欠栽培啦，就无迄个机会啦，就小弟小妹就搁读册，所以我就爱较牺牲的什么一阵妈妈，一阵查某人伫即个庄头，安怎当时面对因家己的困境。这出歌剧由台北市立国乐团现场演奏和角色演出，音乐四句联嘛结合台湾戏曲，也有本土歌谣等等，来讲济台湾母亲的生命故事。国乐团的团长表示，当初会做这出歌剧，都是因为心内有想要讲台湾故事的使命感。原著作者杨富敏嘛是《花甲男孩》的作者，伊表示，一旦看到台湾文学这几年有真多元的转移，嘛可以真期待文学改编的作品，一旦会开满山屏。嘛袂使讲一直拢演西方外国的作品，因的迄是因的文化，咱会当演了搬了就好。不过咱还是要有家己的文化、家己的作品。台湾文学研究所出身的，我读硕士、读博士安尼一路，而且我嘛是一边研究一边写作，搁一边拿文学塞入咱的生活内底，所以我感觉台湾文学有足珍贵的题材，咱共同来分享出去安尼。我的妈妈欠栽培这出歌剧，除了会看到济种母亲的形影，嘛反映真济台湾社会的状况，亲像新住民都市开发的议题等等。歌剧拍算自5月23开始，在台北和高雄拢会有演出。团队希望把这出歌剧当作写给所有母亲的敬佩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